很多粉丝都好奇，究竟一红老师的线下课是什么样的呢？今天一红老师就带大家来到我们线下课的现场，看看我们的 Energy。就大家早晨，12年啦，係 remind 翻我係當時10幾年前點解要 start 呢件事，其實係自己經歷咗一啲嘢，就覺得呢個係收到一份好嘅禮物，希望可以將佢送俾更加多人，就係咁簡單。冇諗到要做咁多嘢，做咁多任務嘅，只係純粹係想送一份禮物俾身邊。咁我相信咧，今日嚟到呢間房嘅每一個人，你哋都喺唔同嘅時候、唔同嘅地方收到一份少少嘅禮物。今日咧都想將呢份禮物送俾其他人。我老公就同我講，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都買唔到樓，憑咩你一個大陸嚟嘅人你可以買到樓啊？嗰一刻我同自己講，點解呢個世界上千千萬萬成功嘅人唔可以有我其中一個啊？咁短短呢幾年，我已經超過咗300幾個單位，管理緊2000幾個租客，所以呢，我好想講，只要大家肯行出一步，就會成功。